白河拿粗比班级会季伫咧14日正式登场，出席开幕记者会，市长王伟特特别感谢历任镇长甲区长努力，一步步经营，互拿粗比班级会道已经成为全台重要观光景点之一，也是真侪网红甲民众流连忘返的拍卡点。也无袂记你来白河看花民众，嘛会顺路到东山食咖啡，享受美好的春日时光。其实这个木棉花已经是全国知名哈，这个林楚皮的木棉花道。许多漂亮的照片美不胜收，都已经早就在很多的社群媒体上流传。那这都非常感谢过去张世贤，还有我们刘米山还有各位好朋友还有历任的这个区长，大家的经营，能够把木棉花道经营得这么漂亮，这么美丽，成为很多人不管是网红或是一般民众都喜欢来流连忘返打卡的地方。所以很欢迎大家一起来2025。木棉花季哦，那赏木棉、喝咖啡，或是在白河老街、东山老街逛一逛，那是最好的休闲活动。白河区公所表示，班级花季伫咧3月15号到3月30号期间，将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，包含导览解说、爱地球送树苗、班级花音乐响应、街头艺能表演等等。伫旧的铁道区嘛有美食单位，互游客伫看花时阵，嘛会当品尝到美味的在地小食。另外，为了确保看花品质甲交通顺畅，公所也呼吁民众会当将车辆停伫咧大直停车场，也是选择伫咧管制区外口周边的道路沿线停车，嘛会当搭乘白河区公所安排免费接驳专车进入花道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